我唔捨得抌低你喺度啊！驚你一個人喺度死咗都冇人知啊！你講下嘅啫係嘛？你冇真係抌低我喎！我唔想死咗都冇人知喎！我第一次長輩提名嘅時候，其實我拍嗰一套戲，我爹哋就嚟即係唔喺度啊，好冇辦法去分享我嘅喜悅。咁變咗我第一次攞獎嘅時候，其實我爹哋啱啱過身冇耐。咁我第二次金像獎攞獎嘅時候，其實係我自己啱啱病好，喺再出嚟嘅時候，其實當你好耐冇去拍戲，其實你會遭遇到一啲人去幫你，你會遭遇到一啲人去踩你。其實呢個嗰個情緒嗰個感覺係令自己幾難受。咁我今次提名啱啱過身2-3日啊嘛。